身為電影《惡男事件》男主角嘅 Stephen， 一直承受住不能承受嘅壓力。我連續幾晚瞓覺我都發惡夢，我係直情係感覺到，我瞓一覺感覺到有個女仔企咗喺個角落頭度望住我。夜媽媽我真係瞓唔到，跟住有一晚係發惡夢，好真實。我望住佢隻手，有隻手慢慢伸長咗喺度扯住我條頸，跟住我靜急起身，我唔掂啊，好辛苦啊。跟住嗰晚我直情係瞓唔到，加上公司俾壓力咯，因為話晒第一次擔正，咁所以用咗好多時間去籌備、去對稿、去同導演佢哋監製佢哋去點樣揣摩個角色啊，點樣先可以似翻我多啲啊，都用咗好多時間，所以今次其實都算係一部我覺得我係參與最多嘅電影。而對於 Cathy 嚟講，想成功演活角色就一定要先豁出去。始終我今次係第2次拍戲，之前嗰套係拍《棋王之王》啦，咁其實入邊都係可以話係客串啦。咁加上自己拍電視劇或者電影嘅經驗係唔多，一嚟自己可能又怕醜咧，好多嘢又驚即係驚做出嚟俾人笑嗰啲，所以自己有陣時就住。咁今次演呢個角色 ，Manny 都同我講過一次話，一定要豁自己出去咯。